听说这里有戒烟门诊啊。聽講你搭日要戒粉門診，聽講你搭日要戒粉門診。有的，请问阿公想要戒烟吗？有，請問阿公想愛戒粉係嗎？有，請問阿公想愛戒粉係嗎？哎呦，现在每天抱孙子，为了孙子好，想要试着戒烟。你下當然男孫兒，為到孫兒好，想來去戒粉。你下當然男孫兒，為到孫兒好，想來去戒粉。可是好难戒掉啊。唔過像意難戒脱呢，唔過像意難戒脱呢。阿公，到我们卫生所挂戒烟门诊。阿公，咱愛到你衛生所掛戒粉門診。阿公，咱愛到你衛生所掛戒粉門診，不用挂号费，每次只要缴交不到200块的药品部分负担。唔是掛號費，搭擺強調唔是200個元嘅藥品部分負擔，唔是掛號費，搭擺強調唔是200個元嘅藥品部分負擔。有很多人啊，就是靠这样戒烟成功呢。有意導人就是靠安樣，就戒粉成功呢。有意導人就是靠安樣，就戒粉成功呢。哦，吃药就能戒掉嗎？食藥嘅就做得戒脱係嗎？食藥嘅就做得戒脱係嗎？我爸爸說，交朋友靠真心，戒抽煙要耐心。我爸講，交朋友靠真心，戒薄粉愛耐心。我爸講，交朋友靠真心，戒薄粉愛耐心。我怕我的毅力不夠啊。我驚怕我冇耐心啊！我驚怕我冇耐心啊！您不用擔心，來參加我們免費的戒煙班。你唔是少，來參加我哋免費嘅戒粉班。你唔是少，來參加我哋免費嘅戒粉班。會有專家來教大家正確的戒煙方法。會有專家來教大家正確嘅戒粉方法。會有專家來教大家正確嘅戒粉方法。戒煙期間要怎麼飲食跟運動？戒粉期間愛用辦飲食和運動。戒粉期間愛用辦飲食和運動。哎呦，還有戒煙班，好特別哦！還有戒粉班，很特別哦！還有戒粉班，很特別哦！可以跟其他想戒煙的朋友互相打氣啊！做得留其他想戒粉嘅朋友互相加油，做得留其他想戒粉嘅朋友互相加油。阿公一定能成功戒煙的。阿公，聽出我成功嘅。阿公，聽出我成功嘅。好的，為了孫子，我願意試試看。好，為到孫兒，我要來去養啊！好，為到孫兒，我要來去養啊！依萍都很關心您跟阿婆。依萍都當關心你老阿媽。依萍都當關心你老阿媽。上次才來問檢查的事情呢。上拜長來問檢查嘅事情呢。上拜長來問檢查嘅事情呢。真的嗎？有樣嗎？有樣嗎？是啊，阿公記得要找時間來做口腔黏膜檢查哦。係啊，阿公記得要抽時間來做這控角黏膜檢查哦。係啊，阿公記得要抽時間來做這控角黏膜檢查哦。哦，上了年紀要做檢查都會特別緊張。有些事呢，愛檢查都會特別緊張。有些事呢，愛檢查都會特別緊張。阿公不要擔心，檢查完了就心安。阿公唔是說檢查好
是毋手按。阿公唔失手，检查好，是毋手按。身体健康才能让家人放心。身体康健，才做得本屋行人放心。身体康健，才做得本屋行人放心。好，我再安排时间来检查。好，我將安排時間來檢查。好，我將安排時間來檢查。